Hello，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老朋友 Eric。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場景？當你還在為一道數學題絞盡腦汁，或者為一個複雜的歷史概念感到困惑時，身邊突然出現一位私人導師，他不僅能即時解答你的疑問，還能根據你的學習進度、理解能力，量身定製一套專屬的學習方案，甚至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學習盲點和潛力。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科幻電影裏的畫面？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們，這一切正因為人工智慧 AI 的飛速發展而變得觸手可及。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可汗學院的創辦人薩爾曼·可汗，以及他的新書《Brave New Words: How AI Will Revolutionize Education and Why That's a Good Thing》，繁體中文版譯作 AI 賦能新學歷。說到可汗學院，可能很多朋友都用過他的線上課程，或者至少聽說過他。從一個為表妹補習數學的簡單想法，到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免費線上教育平台之一，可汗學院的崛起本身就是一場教育的奇蹟。而薩爾曼·可汗本人不僅是一位教育家，更是一位充滿遠見的思考者。他深知傳統教育模式的局限性，也一直致力於探索如何利用科技，讓教育變得更加公平、高效和個性化。所以，當 AI 這股浪潮洶湧而來時，他沒有選擇觀望，而是積極擁抱，並在這本書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幅 AI 賦能教育的宏偉藍圖。你們可能會問，AI 不就是寫文章、畫畫圖、下棋嗎？它怎麼就能革命教育了？別急，這正是可汗在這本書裏要告訴我們的。他認為 AI 不僅僅是工具，它更像是一個超級助教，一個無所不知的圖書館，一個能理解你情緒的心理諮詢師，甚至是一個能激發你無限潛能的學習夥伴。它將徹底改變我們學習的方式，從被動接受知識轉變為主動探索和創造。今天的這集節目，我將帶你們分3個部分，層層遞進地理解這本書的核心思想。第一部分，我們要聊聊 AI 到底能如何個性化我們的學習，以及它如何幫我們擺脫傳統教育的束縛。第二部分，我們將深入探討 AI 如何打破學科界限，促進跨領域學習，這也是當前全球教育改革的趨勢，特別是最近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正在積極推動的教育變革。第三部分，我會給你們一些具體可操作的建議，告訴你們如何利用 AI 這個強大的工具來提升自己的新學歷，為未來的職場和人生做好準備。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起進入這個充滿無限可能的 AI 教育新世界吧。第一部分， AI 如何實現個性化學習，打破傳統教育的束縛。你們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在學校上課，老師講得飛快，你有些地方沒聽懂，但又不敢舉手問，怕被同學笑，怕耽誤大家進度。或者有些知識點你早就掌握了，卻還要跟着全班同學一起聽，覺得很無聊，時間都被浪費了。這就是傳統一刀切教育模式的痛點。它就像一個流水線，試圖用統一的標準來培養所有學生，但我們都知道，每個人的學習速度、理解能力、興趣點都是不同的。薩爾曼·可汗在書中指出， AI 最核心的價值之一，就是它能夠實現真正的個性化學習。想象一下，你不再需要被動地跟隨大部隊前進，而是擁有了自己的專屬學習路徑。比如說，以前我們學數學，老師可能統一布置100道練習題，但 AI 可以做到什麼呢？它會像一個經驗豐富的家教，在你做題的過程中，即時分析你的錯誤類型、思考模式。如果你在某個概念上反覆出錯， AI 會立刻識別出來，然後不是簡單地告訴你答案，而是給你推薦相關的補充材料、不同角度的解釋影片，甚至提供一些更簡單的鋪墊性練習，直到你真正理解為止。反之，如果你對某個知識點掌握得非常牢固， AI 就不會讓你重複練習，而是直接帶你進入下一個難度級別，甚至引導你去探索更深層次的相關知識。這就像什麼呢？就像你們去健身房，傳統教育是教練給所有人開一樣的訓練計劃，
不管你是新手還是老手。而 AI 教育則像是給你配備了一個智能健身手環，它實時監測你的心率、卡路里消耗、動作標準度，然後根據你的身體狀況和目標，動態調整你的訓練強度和內容。這是不是聽起來效率高多了？ AI 還能幫助我們克服學習中的心理障礙。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學不會，而是不敢學、不想學。比如說，拖延症，你們有沒有？我反正經常有。AI 可以通過分析你的學習行為數據，比如你什麼時候容易分心，什麼時候效率最高，然後在合適的時機給你推送學習提醒，或者推薦一些短小精悍的學習內容，讓你更容易進入學習狀態。它甚至可以模擬出一個鼓勵性的對話環境，就像一個朋友一樣，給你加油打氣，讓你感受到學習的樂趣，而不是壓力。可看在書中特別強調，AI 並不是要取代老師，而是要解放老師。老師們將從大量的重複性批改作業、講解基礎知識的工作中解放出來，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學生的情感需求，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引導他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和討論。AI 負責教，老師負責育，這才是教育的理想狀態。你們明白了吧？ AI 賦能的個性化學習，不再是讓學生去適應教育，而是讓教育來適應學生。它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在最適合自己的節奏和方式下，高效地學習，真正實現因材施教。這不僅僅是學習效率的提升，更是學習體驗的質變。它讓學習變得更加有趣，更有成就感，也更有溫度。第二部分， AI 打破學科界限，促進跨領域學習的趨勢。說到這裏，我們就不能不提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那就是跨學科學習。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社會上很多複雜的問題，比如氣候變遷、公共衛生、城市規劃，都不是單一學科能解決的。他們需要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的知識協同作戰。傳統教育模式下，學科之間壁壘森嚴，學生往往被限制在一個狹窄的專業領域裏，很難接觸到其他學科的知識。但 AI 的出現正在加速打破這些界限。可看在書中描繪了 AI 如何成為一個知識的橋樑。想象一下，你正在學習歷史，AI 可以立刻為你調取出當時的經濟數據、地理環境，甚至藝術風格，讓你從多個維度理解那個時代。如果你在研究一個工程項目， AI 不僅能提供工程學的解決方案，還能幫你分析這個項目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倫理問題，甚至經濟效益。這就是 AI 的強大之處，它能輕易地從海量的數據中建立起不同知識點之間的聯繫，幫助我們形成更全面、更立體的認知。這讓我想起最近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重大改革。你們可能也注意到了，像復旦大學這樣的頂尖學府，正在積極推動傳統學術結構的徹底改造。他們不再僅僅強調單一學科的深度，而是倡導跨學科的課程設計和項目開發。比如說，他們會將人工智慧技術與社會科學、傳統工程等多元領域相結合，形成全新的教學模式。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對未來就業市場需求的深刻認識。以前你學會了會計，可能一輩子就做會計，但現在隨着科技的快速進步，單一專業知識已經無法滿足複雜多變的職場挑戰了。市場越來越青睞那些具備跨職能能力和創新思維的人才。比如說，一個優秀的數據分析師，他不僅要懂數據科學，還要懂商業邏輯、懂心理學，甚至懂一點傳播學。而 AI 正是培養這種跨學科人才的利器。AI 可以成為我們的智能導師，引導我們進行跨學科的探索。它能根據你的興趣和已掌握的知識，推薦不同學科的入門課程，或者將不同學科的知識點進行整合，以專案的形式呈現給你。比如說，你對環境保護感興趣， AI 可以給你推薦一個結合了生物學、化學、經濟學和政策研究的可持續發展專案，讓你從多個角度去理解和解決問題。
這種新興的教育模式不僅給學生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使其能根據自身興趣和職業規劃量身定製學習內容，同時也激發了學生的創造力和探索精神。它鼓勵我們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去連接看似不相關的知識，從而產生全新的洞見。所以 AI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不僅僅是提升了學習效率，更是在重塑我們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具備應對未來複雜世界的能力。這正是新學歷的核心所在。第三部分，如何利用 AI 提升你的新學歷。聽了這麼多，你們可能最關心的就是，這對我們普通人意味着什麼？我該怎麼利用 AI 來提升自己呢？別擔心，可看在書中也給出了非常實用的建議。AI 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的學習自主權，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去運用它。首先，把 AI 當作你的私人學習助理。現在市面上有很多 AI 工具，比如 ChatGPT 這類大型語言模型，它們可以成為你隨時隨地的學習夥伴。當你遇到不懂的概念時，不要再憋着了，直接問 AI。它可以給你提供多角度的解釋，甚至用你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來闡述。比如說，如果你覺得某個物理概念太抽象，你可以讓 AI 用講故事的方式來解釋，或者用生活中的例子來類比。我個人就有這樣的體驗。有一次我在學習一個比較複雜的經濟學模型，看了好幾篇書都覺得雲裏霧裏。我就嘗試問 AI， 請你用一個簡單的例子，比如開一家咖啡店，來解釋這個經濟學模型。結果 AI 真的給我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案例，把那些抽象的公式和概念都融入到咖啡店的經營中，我一下子就茅塞頓開了。所以別把 AI 當成死板的搜索引擎，把它當成一個能跟你對話、能理解你需求的高級導師。其次，利用 AI 進行個性化練習和反饋。很多線上學習平台已經開始整合 AI 功能。當你在做練習題時， AI 會根據你的表現自動調整題目的難度，並提供即時的、針對性的反饋。它會告訴你錯在哪裡、為什麼錯，以及如何改進。這比傳統的做原題對答案效率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如果你是學生或者正在學習新技能，一定要善用這些 AI 驅動的練習工具。它們能讓你更高效地找到自己的學習盲點，並進行針對性的提升。第三，用 AI 拓展你的知識邊界。前面我們提到了跨學科學習的重要性。AI 可以幫助你輕鬆地探索不同領域的知識。比如說，你對心理學感興趣，但又不知道從何入手，你可以讓 AI 推薦一些入門級的書籍、課程，甚至給你生成一個心理學的學習路線圖。當你在學習某個專業知識時， AI 也能幫你找到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知識，讓你形成更全面的認知。舉個例子，如果你是個程式設計師， AI 可以幫你分析最新的技術趨勢，推薦你學習相關的數據科學或機器學習知識。如果你是個市場行銷人員， AI 可以幫你分析消費者行為數據，甚至提供一些基於心理學原理的行銷策略建議。AI 就像一個無限大的圖書館，而你就是那個擁有超級導航系統的讀者，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學會與 AI 協同工作。在未來， AI 不是要取代我們，而是要成為我們的智能增強。我們需要學會如何與 AI 協作，讓 AI 來處理重複性、機械性的工作，而我們則專注於更高層次的創造性、策略性思維。比如說，寫作時， AI 可以幫你收集資料、潤色語句，但最終的觀點、情感和風格，還是要靠你自己。設計時， AI 可以生成多種方案，但最終的審美判斷和創意選擇，還是需要人類的智慧。所以，我們要培養的新學歷，不僅僅是使用 AI 的技能，更是與 AI 協作、駕馭 AI 的能力。這意味着我們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創造力以及人際溝通能力，這些都是 AI 目前還無法完全取代的。總之， AI 賦能的新學歷，
要求我們從被動的知識接收者轉變為主動的知識探索者、創造者和應用者。它讓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自己學習的主宰，去定製自己的學習路徑，去探索無限的知識可能，去成為一個真正具備未來競爭力的複合型人才。好了，各位聽眾朋友，今天的聽書心得分享之旅就到這裏了。我們一起探索了薩爾曼可汗的 AI 賦能新學歷。這本書為我們描繪了一幅 AI 賦能教育的激動人心藍圖。我們從3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第一， AI 如何實現了真正的個性化學習，打破了傳統教育的一刀切模式，讓學習變得更高效、更有趣。第二， AI 如何成為跨學科學習的橋樑，幫助我們打破知識壁壘，培養具備複合能力的未來人才。這也正是當前全球教育改革，特別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方向。第三，我們探討了如何將 AI 融入我們的學習和工作中，將它作為我們的私人學習助理，進行個性化練習和反饋，以及拓展知識邊界的利器，最終學會與 AI 協同工作，培養我們的新學歷。薩爾曼可汗告訴我們， AI 的到來不是教育的終結，而是教育的重生。它將把我們從重複性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進行高層次的思考、創造和人際互動。未來的學習將不再是單純的知識灌輸，而是一場充滿探索和發現的旅程。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讓你們對 AI 在教育領域的潛力有更深的理解，也希望它能啟發你們去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學習和職業發展中積極擁抱 AI，培養屬於自己的新學歷。這本書的內容遠比我今天分享的要豐富得多。如果你們對 AI 與教育的未來充滿好奇，或者想更深入地了解可汗的教育理念，我強烈建議你們去閱讀這本原書。相信我，它會給你帶來更多意想不到的啟發和收穫。誠摯推薦你去閱讀原書。歡迎你點擊下方資訊欄內連結，在合作網站購買紙本書或電子書版本。如果你覺得這一集說聽書心得對你有幫助，這個頻道對你有啟發，別忘了一鍵3連點讚、訂閱、分享，讓更多人也能聽到這份知識的聲音。感謝你們的收聽，我們下期再見。